前几日有民众驶国道1号上北，经过麻道路段，所向有一支铁条飞过来，撼到车头的板把，前方玻璃嘛差一点就破去。也若伫台中是有民众车停喺路边的时阵，要上车的时，无注意到边仔有货车经过，手镜头抓去互夹断送病院。 车伫国道行驶，向有一支大铁机飞过来，插到车头头前的板把，差一点就击到挡风玻璃。车主惊甲赶紧把车速放慢，报警处理。这件意外是伫这个月10日暗时发生的。台南陈先生开车上北，经过国道1号麻道路段时阵，互不明汽车落来的铁机击到，好在无受伤。 突然有一根铁条，很大根的铁条飞过来，然后砸中我的引擎盖跟那个前保杆，直接整个插进去。另外，有10日暗时，国道1号上北台南新营路段，同款有大批铁制品散伫车路。警方调查发现是一台营业半连结车载运铁制品落轨涂骹，造成后壁另外一台半连结车正边的板把受损，好在嘛无人伤亡。危害自身及其他拥有之安全，违者 可处新台币12000元至18000元的罚款。国道交通事故真多，市区道路嘛无平静。台中市19中昼12点，一个姓柯的女驾驶把车临停伫路边，转来开车的时阵，开车门的时阵，因为手放伫车门边，甲另外一台行驶中的货车相压，造成倒手的镜头刷骨折受伤。警方呼吁用路人开启车门时，应注意左右来车，以维护用路安全。 警方提醒民众上路车开车门的时阵，一定要注意周围的状况。车载运物品应该要把握好，避免货物也是机件落来造成事故。违反相关规定的，会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，相关会当罚18000块的罚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